屋主一家三口，連埋工人姐姐，大概4個人居住，所以單位間隔都有啲改動。一齊嚟睇下我哋點樣設計啦。單位以簡約歐式風格設計，玄關位置除咗以特色地磚分隔空間之外，走廊通道亦都以拱形門設計，將歐式嘅建築元素由門口引入屋內。我哋將屋主嘅鋼琴作為客飯廳嘅焦點，旁邊嘅高櫃同埋電視特色牆，亦都以簡約嘅米白色同埋歐式嘅花線作點綴，襯托出優雅嘅氛圍。飯廳嘅餐邊櫃其實係工人房嘅間隔牆，我哋將原有嘅牆身打拆咗，以雙面櫃去設計分隔出工人房。嚟到主人房，我哋以淺灰色同埋原木色作為主調，床頭用咗木條子去修飾單位原有嘅舊喉位置。而旁邊嘅圓拱形書櫃都呼應客廳設計，歐式設計當中亦都維持返舒適自然嘅感覺。